新闻要来讲一个好消息，这个疫情后，航空业恢复发航呢，经过3年后宣布要去找空中的服务人员，总共要找超过100个台湾籍的这个客舱组员，今日开放报名，录取人员估计8月份就开始报到甲受训。前空中厂长表示讲啊，因为喙炎挂一个久，面的表情可能爱个呢好好去管理，面试的时一定要点出伊的笑容，展现你的亲切感。啊，那当然，到起薪的是差不多4万，啊，起薪比一般的行业有较悬小可。不过专家表示讲啊，你都要适应时差、轮班等等问题，拢都要考虑在内。空服员穿制服拖行李箱仔，准备要起飞。端庄的仪态，互人印象真深。伫咧飞轮机顶悬服务乘客，可以当全世界行透透，是袂少人真嫌身的工课。而且华航伫咧疫情过了后，嘛展开大规模的征才。空服员平均薪资在6至8万，列在劳动部薪资排行榜的前10名，所以在每一次招募的时候，都列为是新鲜人或是转职的梦幻产业。飞轮机起飞，梦想嘛有机会对咧飞。华航为今仔日开始到6月21号开放报名，要招超过100个本国籍客舱的组员，培训技术要找120个人。顶半年总共有超过400个课。那中营航空今年5月初地勤人员征求超过200个人，估计7月份会陆续来报到。那技术今年更加估计会找200个人。新宇航空今年敢若空服员就招募总共500人。虽然讲空服员比一般薪水起薪也搁较悬，也毋过要求嘛是加真多。他们呢要从这么多人当中选，一定要很有个人特色，但不太喜欢那种看起来都一样的，或者是说回答内容都是在他们意料之中。其实是有蛮多东西需要解释的，能够应答的程度还是要稍微比较好一点点的。尤其疫情了后，民众拢惯是挂喙炎，也毋过空服员考试的时阵，专程尽量拢爱保持笑容，嘛爱注意眼神的交流。官方网站的资料更加爱留意，试用英语来翻译练习口语。考试进前嘛爱自我评估，敢有适合这份套路。包括自己本身对于一些时差的调整，各种各项的挑战，都是必须要去克服的。有时阵嘛有可能需要轮班，佮爱服务为全世界来的民众。伫咧紧急状况之下，嘛爱保持亲切甲耐心。想要实现航空的梦想，无这么简单，其实背后满满拢是辛苦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